水中经理台北插怪也有人讲是雷公怪，是国内二级保育类动物。头摆单单都係啲台灣西部大海拍的實體古城，也驗證古城的素材見來見少，農業的形態未改變呢。因此，搶存到特別三支同生活，桃園龍潭韓國楊梅，台南的甘田同屏東的內埔同灣麥也是嘅素材涵蓋呢度雷公怪嘅種樣。其中啲桃園楊梅有時工業區農業731佔批比頭，有較多有本地的雷公怪。第2012年係正式公告劃成做高雄野生動物保護區，有1.2公頃案發，係全國前10嘅野生動物保護區。除咗有雷公怪，比同都好沒有一道豐富嘅保育類物種。只不過也按多年來，雷公怪係見來見少嘅，對頭擺嘅200人隻都見搶存冇10隻，保育人士都當少。團部會大家冇韓國人的愛料嘅，也是個比同都好嘅高雄迎王會將鬧熱的開始。各種蟲嘅積極滾有含有亮亮嘅怪葉生，熱天將開始嘅暗部時候，比同就鬧熱漸漸嘅。按到怪葉生，一片 FF， 幾片 FF， 不是含糖嘅多，特別插怪積極滾像雕子用嘅葉生。伊隻怪吼，伊雕像像雕一樣雕，細上啦。像你啊，開始愛超學咧啦。佢個公嘅吼，是見叫本馬去燙，馬會燙來只叫到較好吼，叫現種。當年的春天同熱天係特別插怪嘅繁殖期，這嘅特別插怪，公嘅大概長3公分安重嘅，馬嘅有4公分，本農東岸係橙色嘅，兩片隻眼各有一條黑色無就金色嘅線嘅，係特別插怪青苔嘅體色。插怪類嚟講吼，伊係最強嘅一種怪啦，像於連治連種樣啊，要講小啊吼，要講醬牛啊面啊油面啊，過去像人家。客家人嘅3天咪要看得到啦。人家水質啦，韓國啲要嘅種嘅環境，要強壯，結合其上啲要錯補，所以講全部都個錯補機，咩都帶水料度嘅啊。佢全部錯補，韓國啲順條要竹，要個竹鋪，到冷天全部抗個竹鋪塔。現時啲桃園地區龍潭同楊梅也兩嘅素材，涵蓋呢度特別插怪，也特別插怪嘅天堂，就係啲龍潭嘅5個比堂，係從經研究水生植物的吳尚玉先生3萬嘅12年打造出來插怪古神嘅素材，每張古天有也到特別插怪，青島以安部可呢度200-300隻出來發通。頭班人講雷公怪啊，嗬，差唔多當年高春高啊，你看到雷公怪出嚟時咧，嗰時開始會向春雷啦。講嘅聲音，還有人講佢係雷公怪，名嘅聽起來就滾滾滾。就算佢已經本人列做二級保育類動物，唔過現正古城嘅素材受到破壞，面積又見來見少嘅，韓國受到污染也到嚴嚴，故做雷公怪也未見來見少嘅。聽聽吳尚玉先生還有研究人員去到桃園南外的雷公怪古城的素材，楊梅高雄野生動物保護區，也特別本來係北部地區雷公怪青島的素材。就台北市立動物園研究人員的監測，2005年間下也特別以安部青島有187隻，只不過數量年下降，也下啲也無足百開，就想要看到雷公怪講嘅聲音，唔係我講天氣，就係運風到買獎券，天才會抽獎。安比亞維迪亞保護區度2到人工係水風今年的雷公怪麼？萬年未唔知，大家望見上我看到有兩位神魔，捐殼後的雷公怪自己滾喺上，點點嘅啲嘅頂看佢會欣賞麼？呢個啊？
有塘头啊，对面那啦。对啊，在对面啊。总算谈到雷公怪伫比塘杯有印象，本但大家老到强位无期望嘅，一谈啊到，佢悠嘅嘢自己滚嘅上，心就天加动到。现在不是多少，有没有存在？还有，对，还有它的迹象哦。要是还有存在，就赶快来做一些抢救。唐家上唔想有先生配大概还有5只，就算冇亲眼看到，已经伫行业铺而做马家嘢。对面就开始植在那个台湾平草啊，先给它下去啊。你看今天我们今天晚上在我那看的都是跑到台湾平草上面去，对。那个就是它的特性啊，所以我们这样做的话，那边就会成功，就是因为我那台湾平草下面是有一层沉水式植物把它遮掉它的天敌啊，像这个都没有空空的，它一进去就没命了，就当做点心了啊。有1.1亿公顷安排的高用野生动物保护区，伫杨梅区的优势工业区度，系头8月7日占批比塘，产权系自来水公司的。民国50年办公过后就冇用，保持一定的水位，素材又冇乜人地，故所也搭配有当丰富的生态补助。雷公怪而地下古神没一定合适。台北赤蛙的栖息环境是要水质干净，这边的话它不受外界的干扰，所以是台北赤蛙喜欢的环境。因为其他像桃园很多埤塘，它们的水路都是串联，可能会受到农业的污染，但是这个地方不会。现时保护区顺风暗点样嘅600年看唔落来，点人做嘅所谓一重又一重，上到窄，就像係雷公怪嘅搖籃。可那過去比塘巷嘅水面平清，唔過水流度係乜嘢危險都有。許多的天敵，就是包括它同類的中大型的一些蛙類，可能就是會具有一個競爭捕食的一個作用。那另外一個部分，它的卵粒跟蝌蚪的時期，因為它都是活動在這種邊緣的岸源地帶。那這個水域目前有很多的一種比較掠食性的一個魚類，或是偏肉食性的魚類，可能就會在捕食的時候不小心會吃到它的蝌蚪或吃到它這個卵粒，造成它的這個繁殖的狀況就會受到一些影響跟干擾。老年窮樣啊，跟你拖線要求南順啊，跟冇分得房間門嘅，佢樣會講西澳咯。今年桃園市政府委託台灣濕地學會同吳生玉先生落去保護區，我嚟改善雷公怪故事嘅素材。吳生玉先生就用做嘅同牆樣嘅作為像竹排用嘅嘢東西，但空中嘅歷史簿同水泡鏈也都水生出物。然後前些我記嘅就係水面上光塊塊嘅問題。按照輔導樣啦，按照漂浮功法，cái雷公怪上岸，老一般怪都冇窮樣，佢啷啷上上，緊走，緊跳，跟住像你空空嘅時節嗬。一跳出去，一掉到要嘛呢？尤其嘅一識嘅東西啦，所以一三佢，所以我做隻環境問題，佢都該做得都該頓點，都該康。我們要把這些原有消失的水生植物把它恢復，所以我們可能就會比方說種植一些水生植物啦，然後把一些比如說像一些台灣水蓮或是理事河等等，把它種回去。本但啲時鋪大海拍攝天都會看到雷公怪，佢動腳趾愛動槍嘅水質，強污染、強農藥，也因為安呢，佢接受本人看作係生態指標，故所將係改善保護區，唔是講咩唔啦。那我們就看看能不能找回這樣子的一個潛在的一個廊道系統，它可能就是鄰近的幾個合適的環境，那有點像玩跳棋一樣，這個台北赤蛙就可以從這個保護區出發。然後可能到別人的這個水田裡面去覓食，或者是去繁殖。就地保護區度故事，看起來又有東西炸動的，唔會本人搞操到。唔過雷公怪行起乃唔好，人類要破壞。我改善古城的素材係頭一步，下來行下從業為係，我繼續提供友善的生態環境比，我有各方面的配合。雷公怪將會地下搭土地後，重重叫為傳開下去。